繼續同大家分享下啲冇鳩用嘅嘢。Lamborghini Urus 關閉 LIS， 講人話即係關閉智能觸控屏。首先係需要擁有一台 Lamborghini Urus， 佢嘅車匙咧就要插落呢個窿，踩剎車，發射火箭。中控屏又唔着啊！依家就係呢個 LIS 被關閉，當前無法使用，音樂和導航都不可以正常使用。當你掛倒檔的時候，它是有顯示的，按它是有反應的，有觸點反應。這個時候你只需要按一下這個音量調節按鈕，它就會重新激活 LIS。你只需要長按2秒鐘，佢就會關屏。嗱，又塞錢落你袋啦！關注我，繼續教識你更多冇鳩用嘅嘢。